竹溪整治工程对民众来讲最有感的就是说，让整个一个水环境变好。那水环境怎么变好呢？第一个就是水质嘛。那水质经过我们在一期工程的一个水质净化厂整治完以后，水质变得非常好，那是这个最有目共睹的。另外一个就是水环境，它一个提案，竹溪有几个更重要的就是说一个哈赫拿尔公园森林公园。那这个在整治过程中，我们也是跟 NGO 来互相探讨，那就是以减法的一个概念来做。什么叫减法呢？就是说我们不要做太多的硬体设施，我们这个河岸呢，我们只用在基脚部分用砌石来把它做起来。另外步道的部分呢，我们用手做步道，让整个环境会更友善。也就是说，我们尽量减少这个混凝土的用量。其实这个是减碳工程，也是一个简化工程，我们做得非常彻底。台南市政府从2013年开始就在规划竹溪水岸园区的整治，到目前为止，竹溪水岸园区已经有一定的改善程度，而且让市民都可以感受到，原来是一个味道很不好的竹溪，现在市民在早上或傍晚的时候都愿意到那边去，直接走读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园区。所以第一个就是竹溪水岸园区，第二个那就是哈赫拿尔森林，它原来是一个森林都没有整理，而且里面有很多的流浪狗。现在市政府克服各种困难，把它整理成了一部分是自然生态荒野的森林，另外一部分主要是哈尔拿尔公园。早期的文献资料，也就是热兰遮城日记里面，在1643年的时候呢，它有一个桥段的记录就是有3座森林：哈赫拿尔森林、威廉森林，还有哈根纳森林。而哈赫拿尔森林呢，它比较大，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大林的这个空间位置。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第一个感谢我们赖清德总统在担任市长的时候，开启了竹溪整治的第一步。那总共可以第一期工程可以处理每日处理2万吨的这个废水。第2期的工程即将招标出去，能预计在116年完工，能够处理掉所有竹溪的生活废水。那竹溪就更干净。那现在哈尔拿公园它的一个原先它是这个原始风貌嘛，那在我们担任市长之前，那时候只有竹溪开始整治，所以很多东西市政建设，包括这些休闲设施，都一棒接一棒的处理。哈尔拿公园自然不例外。因此呢，如果大众的意见或者包括议员的意见还有这个腹地的要再怎么样整并，我们会再做一并的考量。特点在于，第一个没有砍掉任何一棵树，第二点，它把所有的水泥材料都作为级配，没有制造水泥垃圾。第3点，树木跟水泥都作为一个生态环保的指标。然后呢，它把这个生活废水再经过初步的处理，也可以初步达到水质干净，那成为市民休闲的一个最好的地方之一。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5月20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台南发电捷运对南线进度上紧，预计明年底动工以外。另外，对桂林往北到成化站的轻力线嘛完成可行性评估，交通局上午上议会进行联席审查。会中议员纷纷将对财务的规划、震动对南科产业影响，以及希望路网延伸到新营，避免开发加速边缘化来提出关心。伊的心目中，台南的未来会生做什么款？当然希望愈好愈进步。其中推动捷运的先进运输，就成为幸福的蓝图。对此，除了南线进度上紧，预计2026年底动工以外，另外轻力线就是连接第1期南线延伸，经过桂林线轮一直到南科生化，全长21.3公里。交通局嘛完成可行性评估，20号上议会联席审查。路线这些站点是为了要让这些什么比方是特定农业区非都的农地
阔叶林什么等等的哈，能够慢慢的开始有人聚集。我觉得这似乎不是靠一个以运送人为主的交通路线来解决的嘛。是。今仔日底下做捷运系统，底下你的眼光要只有盯在沙轮跟在我们的善化的这个部分的南科，根本呢你们的眼光做得很短暂，我讲输蒋经国的时代输太济啊！面对议员所烦恼的债务规划，其实是震动将影响南科产业以及路网无延伸到新营，恐惊加速开发边缘化等问题。对此，局长会后嘛一并做出回应。研究过程当中，我们都有邀请南科管理局来做参加哈。那后续在进入综合规划阶段，也需要送环境部的环评。那噪音跟震动都会是环评重要的审查重点。那后续我们会跟南科管理局来保持密切联系，对于厂商震动的这一些标准跟后续检证的措施，来达到他们的要求。那有关台南市的捷运整体路网，我们在108年送交通部核定的时候，就分为优先路网跟远期路网。优先路网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6条的路线哦。那当然远期路网就是根据这6条路线再继续往北延伸哦。所以后续这个优先路网的这个期程如果有一定的进度的时候，在整体路网上以及远期路网如何来做衔接，我想可以来做进一步演绎啦。我想捷运的工作是循序渐进。台南捷运前列线的评估，伫通过议会机关以后，接续地送中央进行一连串的审查，等待计划经过中央核定，并进入综合规划阶段，卖召开公听会，持续听出民意，经符合在地需求。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近年来，台湾面临护理人力欠缺，甚至持续流失的危机，所以中央除了核定适当投入275亿，对台语等3方面来改善护理工作。咱台南市嘛加码打造13间病院的优先市场，未来1档内将提供每一个病院上悬100万的奖励金，来挽留珍贵的护理人力。根据统计，一直到2025年9月1号，台南市职能病院要有672位护理师的职缺，凸显护理人力短缺，连带造成关病床的问题尤为严重。台南市卫生局为了响应中央改善护理师工作环境甲待遇等权益，佮特别加码推出劳调人力优先职场的奖励计划。19号由市长黄伟哲亲自宣布，将评选13间病院的改善成果，未来1档内将予每一间病院上悬100万的奖励金。希望能够提供足够的诱因，什么样的诱因？除了物质条件或者说薪水之外，最重要是这个社会上对于护理人力的尊敬。过去常常看到，有时候有些人不管是喝醉酒或者家人亲人面临了这个生死交关的事情，他往往会在护理站或在急诊室咆哮啦、摔东西啦，甚至打人了。这些东西在过去大家都见怪不怪，那现在事实上是被视为严重的犯罪，而且对于医护人员的侵犯，这东西是变成是最无可观的。因此呢，我觉得在全方位，不管是在对于护理这个专业的尊重，以及他们的人身安全的保障，以及他们的物质条件的增加，这部分希望让我们政府跟民间、中央跟地方一起齐心的努力。台南市为了重建护理人员对临床工作的信心甲热情，并展现甲各界合作的决心。会中卫生局嘛甲13间职能病院以及2间护理师护士工会共同宣誓，打造护理优先职场的承诺，甚至成为其他县市的参考。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天气热热，加上梅雨季节来临，河川当中溶氧度下降，造成鱼群死亡。对此，环保局除了固定用仪器监控水质，并且第一时间联系水利局加强水中的空气以外，特别因为月底国际冷泉比赛特别登场，所以全面展开清理作业，来守护安平温和的水质甲环境。
114年台南市国际龙船锦标赛将伫咧5月27到31日举办。为加强维护运河河面环境品质，环保局有先安排人力加强龙船比赛河段清理，并安排人员伫咧安义桥脚待命，若有发现粪扫，就即时清理，以维护运河水质卫生。为了维护运河的水质，环保局已安排人力加强相关的清运动作。那为了预先了解水质的部分，除了加装水质监测之外，也有相关的监视设备。那以确保在一有水质死鱼发生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去做应变。由于夏季容易高温导致溶氧不足，造成死鱼的状况。那这部分的话，环保局会加强这部分的巡查跟监看。那一有相关的异常的部分就立即出动人力去做相关的死鱼的清除，以维护运河的水质卫生。环保局表示，台南市伫咧清理河面、运河以及排水沟切沟工作，表现屡受环境部肯定。日前公布113年度地名水体蓝图考核计划，更是再度得到第一的佳绩。为今年1月至今，总共清除运河粪扫以及死虾12.27公吨，维护河川环境清气美丽。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社团法人台南市车寮关怀协会对民国108年的成家客委会罢工照护站举办真侪客家相关的活动，包括长辈歌乐、手工艺品 DIY 等等。20号伊嘛举办成果发表，将长辈这2-3个月来手做的纸黏土呈现客家办得的8大名菜，每一道菜拢相当的逼真。设伫个喜树社区活动中心2楼的南区车寮关怀协会，伫个理事长陈碧卿的带领，平时摆了袂少长辈的课程。今年伫个市府客委会安排，争取着客家计划，用纸黏土 DIY 的方式，呈现客家办得的文化。这个材质里面大部分都用树脂粘土，它是半透明的，所以它做完以后，它还在上色。上色，那上完色就，因为他们普通时候他们就有在学习绘画，我们也绘画课程，所以他们对他们的颜色的调配都控制的都很好。因为我们板的为了要呈现给大家看，我们走秀上桌我们就是上菜的秀，让大家欣赏一下他们的作品。上午的成果发表包括市府客家事务委员会主委陈新如。文教推广科长以及地方的里长学员拢到场出席。现场除了长辈学员歌乐的表演，另外每位学员还佫申请客家的花布围巾，将作品用作秀的方式来捧上桌，场面热烈。唱歌也好，做这个手作也好，跳舞也好，会当接触到咱客家无同的文化、无同的族群、无同的音乐，大家伫遮欢欢喜喜伫遮安尼斗阵，安尼就是阮无公照护站上重要的使命啦。所以足欢喜大家安尼，逐工到遮来有机会，甲阮客家的音乐一起来唱歌跳舞。身体健康，安尼是上重要的成果。莫看即群老宝贝平均年龄超过75岁以上，伫个理事长甲着职工的陪伴，经过2-3个月的手做 DIY， 才来完成这21道的道菜，呈现客家8大名菜，有4文甲4草，每一位长辈发挥创意，将每一道的菜拢做甲那真的同款。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
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响应互相建成300档，南华大学民族音乐系老师刘珍怡号召台南乐龄学习中心70位长辈，加改规划有5000会，大家早点乐器伫安平快闪表演，演奏台南相关的3首歌曲，充满活力。70位长辈摕着刀笔布、徛琴，配合铃乐、手鼓等等，演奏一首跟台南有关的乐曲，除了展现长辈活力甲才华，嘛透过音乐响应互相建设300档，把社区的一个热点跟我们庙城文化结合在一起。因为较早庙埕拢都是一寡老人，袂使讲老岁拢一寡长辈来伫遐活动伫遐休闲的所以能够融合在一起。我相信在他们心理上更加有一个信仰所以会激起更多的活动。更多的想法。即天演出的是台南乐龄学习中心，平均年龄70岁，规团加起来5000岁长辈，其中年岁上大的是已经90岁，嘛对着来到安平，伫开台天后宫、安平古堡、金小姐雕像头前进行快闪演出。那为什么我们要在金小姐雕像前？因为咱安平的歌就是上有名的咱南都夜曲跟迄个安平追想曲，金小姐就是内面安平追想曲内面的主角。阮就伫头前，咱要演奏是最有意义的。活动特别选伫咧安平中协举行，除了好应府城300档的文化氛围，嘛互长辈行出户外，欢喜的甲学习成果展现。期待明年来的时阵是6000岁团，大家身体拢健康。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为了庆祝互相建成300档，文化局甲高度保存再生文教基金会，甲为伫东门城边的胜利国小合作，推出城门技能歌体验工作坊，学生亲手制作城门造型的技能歌，并且由老师讲解城门历史，进行相关的艺术创作，将文化庆典的气氛延伸到日常生活学习。抗日面糕搁加日起，这款技能歌无一般，是专门去定的城门造型，相当新奇。延续社团节公司协力行动，这回来到胜利国小举办城门技能歌工作坊体验，透过食的方式亲近文化。同时，老师也讲解城门历史，进行画图创作。东门城是我们学校在做弹性校订课程的其中一个主轴。那其实孩子他们从低年级开始就已经就是会了解城门的一些故事，然后中年级他们也会做走读。那到高年级的部分，我们就会跟整个社区去做结合，去探讨这些环境跟这些古城的议题。学校就位伫东门城边啊。今年拄好府城建设300档，国小6年的毕业册底嘛以此为主题，结合 SDGs 对东门城周边的历史地景甲生活出发，完成75件有在地意识甲创意表达的作品。做的是火车博物馆，因为要让大家学习火车的知识啊，在等那个台南铁道变成绿园道的时候，做城门的意象，然后让他们小孩子在街区里面收集街区的声音，然后从这些声音去发想对于现在这个环境他们面对到的生活议题，然后从这些生活议题再去做他们未来想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些生活中的问题，跟他对于这些议题的感知。师生透过行动体现对着社区历史的认捌甲珍惜。手中烧烫烫的城门技能歌，嘛成为上有滋味的毕业庆功礼物。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为了鼓励弱势学生好好读书，议员林美燕甲台南市妇女联合会、空间慈善爱心协会合作所举办的学业进步讲座学经计划，20号举行颁奖仪式，总共有南区、安平区等14间学校
82位高中小学生获奖。宜兰林美的梅合台南市妇女联合会、甲日康黄金诸神爱心协会，伫每年寒暑假期间，除了发送绿色学童营养午餐，另外针对绿色学生，阁设入成绩进步的富康学业进步的奖助金。今年总共有南区甲安平区14间学校82位的高中小学生来获奖。我想说，我们要鼓励这些小朋友，我们要让他知道，虽然我们的资源不比别人好，但是我们只要有认真，我们还是一样可以拿到他们就是一些奖学金。所以那时候我们创立的精神是，只要你进步，我们不要你跟别人比赛，我们要的是要跟自己比赛。所以我们在座的小朋友要听好，你今天是在跟自己比赛，不是跟别人来比赛。你是要跟自己比赛，只要你有进步。只要你比赛一次有进步，你就可以得到奖助学金了。谢谢咱大家校长，大家拢安尼真帮忙安尼互这囡仔一个鼓励。那几分钟，那么就有1000块了。我感觉嘛是真大鼓励啦，真好啊！感谢这互这囡仔大家呢这有当时啊较弱势家庭的囡仔也较唔爱读册啊，互有一个真大鼓励。我们这个会真好，感谢大家。这位获奖的学生，伫学校校长甲日老师的陪同亲自出席。李市府教育局主笔陈宗阳一方面勉励学生努力来读册，另外嘛代表教育局来感谢爱心协会，并且递赠感谢章。因为今年颁奖的活动拄啊接近端午节，赞助单位嘛特别加赠每一位获奖者各一粒的肉粽甲日菜粽。台南新闻李英根采访报道。另外，为了鼓励全民养成运动习惯，提升健康意识，市府持续推出台南运动健康号召，以爱你健康为口号，号召市民做伙动起来。借此摆脱过去，咱台南是6都大口比例上悬的城市。美食之都台南满城皆好料，但已被盛名所累，曾经有过6都最胖的称号。台南市从那时起便积极打造运动城市，鼓励男女老幼的全龄化运动，让市民养成运动好习惯。2022年、2023年的时候，那个好像有一次我们被说是6都里面最肥胖的城市。我们那时候就在想说，其实会吗？我们看街头巷尾，其实市民朋友们都蛮苗条的。不过媒体既然有这么说，我们就是要下定决心来改进。那改进的话，就是希望推动我们市民朋友多运动。其实运动有分2种，体育有分2种，一种是顶尖拔尖的最高的这种竞技类型的，另外一种是全民运动类型的，希望全民都能养成运动的习惯。为鼓励更多民众养成运动习惯，台南市现在透过科技结合运动，推出台南运动健康护照计划，并导入 Joy Sports App， 让市民随时随地参与各项健康任务，不论是步行、跑步、量测血压体重，甚至是旅游运动踩点，都可以累积点数兑换好礼。我们今年健康护照主要主打的是第二种，也就是希望说各位好朋友能够常常运动，不仅是自己运动，还要拉着家人一起运动。那让运动可以不仅是得到健康，也得到家庭的和乐，也得到更好融洽的亲子关系。因此呢，我们不仅是在球类活动，或者是这个跑步啦、田径类的活动，甚至是水上活动，都希望说能够有这个运动健康护照的元素加入。用意是用一点小小的奖励鼓励，希望大家能够养成健康的习惯，运动的习惯。体育局表示，市民朋友要把握这个健康行动的好机会，赶紧下载 Joy Sport App， 完成注册后参加114年台南运动健康护照。依指示完成报名程序，并将个人居住地设定为台南市，即可参与后续所有的精彩活动。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感谢收看5月20日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
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随即捐款而逃。千万别上当啊！轻松致富多陷阱，脚踏实地最实在。公务人员依法行政，行使裁量权，做成行政处分，而民众不服时，只能提起诉讼。行政诉讼调解新制，让人民有其他选择来解决纷争。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进行调解，让有温度的协商尽可能取代全有全无的判决。调解纳入选项，3赢不是想象。我不看路啊！我知道你不想假装没看见，我知道你担心自己的力量太小，但你知道那是不对的。你不必得要力气大，只要你愿意站出来，你的力量就无比巨大。哦，好帅哦！新车酷吧？你好像忘了些事哦。哦，你不知道吗？微型电动2轮车要悬挂牌照、投保强制险，还要你满14岁，戴安全帽才能上路哦。什么啊？有这么多规定哦？没错，微型电动2轮车需经审验合格、领用及悬挂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而且要遵守慢车交通安全规则，不超速、不双载、不酒驾、不擅自改装，违反者将处最高5400元罚款哦。这么严重啊？还不赶快去办理！我马上去。微型电动2轮车挂牌投保，满14岁缺一不可。内政部警政署提醒您。浓烟是火场内的头号杀手。我们用1比1打造居家的实验屋，用2间房间来做对比的实验，一间门是开着，一间关上门。如果已经看到浓烟，关好门，等待救援才是最安全的选择。发现火灾时，当你看到浓烟了，请尽速将房门关上。哇，今天来的人还真多！我在现场拿吉他表演一下，来炒热气氛。这样演奏别人的歌曲，不知道有没有著作权的问题？没问题，不用担心哦。只要符合著作权法第55条，非以盈利为目的，未对观众或听众直接或间接收取任何费用，未对表演人支付报酬3个要件，而且属于非经常性、非例行性质特定活动，就可以在活动中表演，不需取得著作财产权人的授权哦。尊重著作权，让我们的创作世界更加美好。避免阳光直射，距离墙面10公分以上。定期清冰箱，让内部冷气流通。温度设定26到28度，家电扇助循环。睡觉定时4小时，滤网2周洗1次，提高降温效率。更换 LED 灯具省电50%。随手关灯，选购有节电标章、效率1级的产品。随手关灯，节能减碳，减轻地球的负担。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再行运动。大型车辆路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啊。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